咁就有一次偶然我去參加訓練，叫美滿婚姻課程，有2個原則到今天我哋都係仍然有應用嘅。第一個係夫妻時間，夫妻嘅感情係需要經營嘅，所以我哋無論幾忙都好，都要抽即係每個禮拜都有2個鐘頭嘅時間，就去互相有時做下對方中意做嘅嘢啦。第2個原則就係10點鐘規則，就係當夜晚10點鐘之後就唔講正經嘢啦，因為嗰陣時人已經疲倦啊嘛。有時喺嗰陣時講嗰嘢，有時就係一句説話鬧大交就會係嗰陣時發生，因為生活係有壓力嘅。有壓力嘅時候，但係點樣處理呢個係好重要。而呢一個嘅界線咧，令到我就係講一句説話，而家已經超過10點鐘啦，我哋唔傾呢個話題啦。跟住大家瞓醒一覺之後咧，再去傾翻同一件事咧，係完全天淵地別。咁所以呢2個原則帶動到俾我哋係好重要，幫助到我哋係去度過好多嘅危機，更加係體會到乜嘢叫做愛是恆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